伫咧美国达拉斯一个联邦移民暨海关执法局的办公室，临时发生枪案，嫌犯开枪致使3起防拘留的移民着枪，一个人死亡，2个人重伤。落尾这嫌犯自杀。联邦调查局初步研判，这可能是甲美国的移民执法，也有大规模针对非法移民的驱赶政策有关系。 警方甲联邦调查局伫达拉斯联邦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这栋建筑物现场监视，正就是对锁定这个所在向 ICE 办公室，也有一台停伫附近的小货车开几路枪了后自杀，执法人员无人受伤。La instalación del edificio, junto con mi hijo, cuando se empezaron a escuchar las detonaciones. 警方讲，停伫咧亚街通道的这台小货车，和歹徒开几路枪。 有3个被拘留的移民着枪，造成重大死伤。联邦调查局正伫咧进行调查。That the FBI is investigating this incident as an act of targeted violence. Early evidence that we've seen from rounds that were found near the suspected shooter contain messages that are anti-ICE in nature. 联邦调查局伫社群媒体 X 打一张现场找到也无用过枪支的相片，其中一粒枪支壳顶头有写 “Anti-ICE”， 意思是反 ICE。路透社报道，被攻击的建筑物是 ICE 办公室，主要是短期处理拄则被抓的拘留者，并不是拘留设施。这件案件是最近连续发生针对 ICE 设施攻击内面上新的一件。初步看起来，可能是甲美国移民执法，也有大规模针对非法移民驱逐政策。 有关系。公司新闻黄文玲编写。